想象下，如果你能夠輕鬆舉起一部小型巴士，甚至一架火車，你會點呢？喺大自然嘅神秘角落，真係有一種生物，佢嘅力量足以顛覆你對世界嘅所有認知。佢唔單止外形威猛，仲擁有超乎想象嘅巨大力量，準備好見證昆蟲界嘅奇蹟美。呢隻就係傳說中嘅大力神甲蟲，甲蟲界嘅真正大力士。佢嗰對標誌性嘅巨大頭角同胸角，唔單止係威嚴嘅象徵，更係佢力量嘅來源。科學家發現，佢可以舉起超過自己體重850倍嘅物件，呢個數字簡直令人難以置信。試諗下，一個普通人要舉起80架汽車，先至可以達到同等比例嘅力量。無論係為咗爭奪地盤，定係吸引異性，呢種力量都係佢喺弱肉強食嘅大自然中生存嘅關鍵。佢嘅存在，不斷提醒我哋，就算係最微小嘅生物，都可以擁有最宏大嘅力量，挑戰我哋對極限嘅想象。大力神甲蟲，真係大自然最神奇嘅工程學傑作。